平民呢小妹妹，她就照顾我们头目的女儿，照顾我们的就是头目家的小孩子。好，知道哦。来这边视线看得到我吗？看得到哦。好 ，OK。这个谷仓呢，这个小妹妹呢，她就是在照顾头目的小孩子。所以今天一个平民的小朋友，你照顾头目的小孩子，你是不是要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照顾周到，对不对？你不能就随随便便就让他丢在那里，叫面哭哭哭，对不对？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平民小朋友，那个小女儿，她在照顾那个小婴儿的时候，她是非常细心的。可是有一次，小朋友，你们在这个年纪是不是都很喜欢玩？除了上电脑啦，去游乐设施玩啦，或者是爸爸妈妈他们回乡下了，然后去乡下玩。所以这个平民的小朋友，他看到同侪之间，看到其他小朋友在玩，是不是会想玩？是不是会心动？他明明就在玩，我为什么就在这里照顾小朋友？会不会这样的想法？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平民的小朋友他就，他们都在玩呢。哈，他有说我也想跟他们玩，可是我又背着那个小婴儿。他说算了，我还是去玩好了。他就是跟那一群小朋友在那边玩呢，就是刚刚姐姐所介绍的什么高校啦，还有以前的竹蜻蜓，还有竹枪，任何东西以前的童玩，就跟他们一起玩。结果呢，这个小妹妹啊，她不小心，这个平民小妹妹她不小心，她又玩啊，因为她要躲起来。哦，这个谷仓是放大了，所以以前不可能这么大。那边有没有看到？有。哦，这个是隶属较为现代，但是它的功法是非常传统的。姐姐要让你们知道说，以前它可能再低一点，哦，可能会再低一点。这个平民小妹妹，你知道她怎样吗？她就背着，喂，在那边玩，结果她不小心，她躲起来了，因为他们说，现在我们要玩躲迷藏，躲猫猫，所以我们要躲起来。结果那个平民小妹妹呢，她就躲起来，假装小朋友，我先跟你们讲，这是番薯板，跟我念一遍番薯板。番薯板是反什么动物？老鼠。恶心的老鼠啊！蟑螂当然可以爬，然后可是它就是专门反老鼠的板子。那以前我们是石板，所以说呢，这个平民小妹妹呢，她就不小心，她就是躲起来，她以为说没有人看到她，结果说我看到你了，结果她就不小心，因为吓一跳，她又背着那个后面的小婴儿，她就这样起来，结果后面小朋友怎么样？她撞到了，对不对？小朋友惊吓过度的那个动作是不是会比较大？所以他就这样子不小心结果那个小朋友讲说，旁边的人说，他流血了这样子。结果他们马上把小婴儿拿起来，就赶快把他弄下来。结果小婴儿就是头。以前医学有那么发达吗？没有。所以说他只好怎样，失血过多，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婴儿呢，他就是不小心。可是那个平民小妹妹她有没有错？可是以前呢，早期的头目是非常恶霸的，就是非常恶势力的，就是说，就是你们所知道说什么强抢良家妇女啊，以前的头目名声是不好的，你们知道吗？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前的头目他们的作风呢，在我们那个时代，在以前刚刚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的时代，就是他们是非常讨厌，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平民都很讨厌他们的作风，他们就是会。什么作风就是很老大这样子，什么都是我，就是要听我的，他也叫阿爸，对不对？所以呢，结果那个小妹就说完了，我把那个头目的小孩子怎样用死了，结果那个头目他非常伤心难过，是谁杀了我的孩子？是谁把这个小朋友用死的？结果知道是那个平民小妹妹，对不对？他就把平民小妹妹拉过来。结果小朋友，那当时的头目呢，他做了一项非常残忍的决定，就是什么？砍头？不是，杀人。他就把那个小妹妹呢，平民的小妹妹，跟那个小婴儿怎样活埋？他就把他们活埋，
然后呢，结果那时候平民的那个什么家族啊，那些平民的那些，嘿，平民那些人，他们非常难过，非常痛苦，他们痛恨为什么头目这么嚣张，这么嚣张跋扈，然后就直接活生生就把那个平民小妹妹怎样？就被活埋。小朋友，你没有空气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痛苦？会，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那时候平民的小妹妹她有多痛苦了。所以呢，当时因为平民的那些人，那些兄弟姐妹，那些弟兄姐妹，就是看不惯那些头目的作风，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不想跟他们，我们不想跟头目，就是我们不认同头目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呢，这些那个平民他们就一直牵啊，一直走，就是说要离开那个三星地就对了，大社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一直牵到这里。他们就在路上，他就看到姐姐刚才有讲到，点灯了版的意思就是，他那种发现，哎，奇怪，怎么有那个峭壁，有一个地方非常亮，非常亮，会反光的地方。结果原来是他们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古父他们找到的地方，就是点灯了版的意思就是峭壁是非常亮的地方，所以要记得 ，OK， 可以知道了所以小朋友知道说，原来安坡村部落他们为什么会盖这样的谷仓呢？是因为他们要纪念谁？纪念那个很阿爸的头目吗？纪念谁？对，那个小妹妹的作风，因为她什么都不懂，她只是很细心照顾小妹，结果就是因为想要玩，然后不小心就把那个头目小朋友，那个头目家族的小朋友弄死了所以不是她的错，但是头目的作风是不对的，对不对？他不能就直接就是动用私刑说你就是要跟这个小婴儿活埋，对不对？所以小朋友要记得但是以前头目是以前呐，现在的头目是很好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小梅姐姐也是头目，所以小梅姐姐告诉你们说，现在头目也是很好的那是以前早期的头目是非常坏的。那因为头目可能一直这样子累积下来，已经变形了、转型了，就可能就是因为知道那一件事情之后，整个想法都变了所以你要记得，以前头目是非常坏，但是现在头目是非常人性的我不会动不动就把你们活埋啦看我的体型也知道好不好？因为追你们也不可能啊好 OK。